多謝大家嚟到電影《我們不是什麼》嘅世界首映禮。熱烈嘅掌聲歡迎幾位主演。我喺呢套戲入邊飾演輝仔啊，好開心可以有機會接拍到邱黎導演呢套戲。好榮幸參與，再更加開心可以同咁多位好嘅對手啦、新人啦一齊可以參與呢部電影。好開心啦，好亢奮啊，因為好難得可以喺一個咁多人，即係呢一個 theatre 度做一個首映，真係好感動。呢部戲揾演員啊同埋選角嘅時候咧，的而且確係有啲困難啊，亦都另外啲挫敗感嘅咧，亦都非常之幸運，後尾亦都湊合到，大家就係剛才喺銀幕見到，即係呢一班嘅演員啊。過去咧有啲演員啊就幫我事業上更上一層樓啦嚇，但係呢一班演員咧就好感謝佢哋，因為佢哋幫我圓咗一個電影夢。